伫中国无言论自由，中国嘛管制媒体，这拢已经毋是新闻。也毋过中国即马是甲一寡批评中国嘅中国网称，即马开始受因中国政府的威胁，开始咧逃亡去海外，搬山过岭，用偷渡的方式走去美国。另外，阁有一个反对人士，名叫做孙林，因那亲像是因为伫网络顶头转传习近平去美国的期间，互抗议的影片，尾啊，互中国的警方拍死。这个案件即马嘛引起国际上的关心。是我刚刚到，和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用最艰难、最艰险的方式来到这个地方。伫 YouTube 频道内报平安，中国网络红人带咧出记者，进前定伫中国的社交平台评论中国的事情。几个月前，雄雄暂停更新，上搁再转来到镜头头前，讲家己因为受到中共当局威胁，实在是伤惊，才选择规家用走线方式偷渡到美国，就是一无所有，是新的开始。比起丛林的艰险，比起路上国外遇见的那些黑警黑帮，比起这一路的千险万难，让我更恐惧的是，随时可能都会有几个壮汉突然闯进我家，强行把我带走。让我恐惧的是，会有人拿我软肋来威胁我。所谓走线，就是中国民众利用免签证飞到南美的厄瓜多，然后经过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这国家，再过进入美国申请庇护。走线客一般爱搬山过岭，经过无开发的原始的地形，才会到行完全程将近5000公里偷渡路线。进前于批评中国防疫政策列入家外号国马哥的网络红人陈孝天，5月出港了后，也以走线方式到美国。近期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方式比较多包括在7月所谓的反间谍法，或者是说针对所谓的国家保密法，也在进一步来修改，要推出新的办法出来。所以显然，在目前中国内部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的环境，其实对民众来讲当然是一股压力。近年来，中共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开始管理自媒体甲牵制言论。长期被监控的中国异议人士孙林，敢若因为伫网络转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遭到抗议影片，南京公安局人员去引导，警方敢若拍孙林，17送医了死亡。海内外异议人士甲团体拢发表公开批，要求展开独立的调查，追究责任。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孙林死了后，情某甲查某囝行动遭到管制，境内朋友受到警告，并且禁止上网。记者综合报道。